车吉的人生思维。车吉是按英语 slash 来的。这几年 slash 这个词真时行，是《纽约时报》专栏作家 Marcy Elbo 写的册，相同职业。Marcy Elbo 讲，简单做一项头路的无俗生活模式，已经无法度满足即马的少年人。有愈来愈侪少年人选择多样化的生活，因常时做几种头路，甲无同的身份。这个人会用车吉来消解家己不止一个含头甲身份。例李千娜、演员、歌手、主持。罗广仲，歌手、作曲家、填词人、演员，也有真侪出名的人嘛是安尼，像蔡振南，演员、歌手、作曲家、填词人，这互人思考。除了本业甲含头，你还阁有啥？敢有比名次顶头的车线，阁较互人目头紧的故事？异化世代，社群网络和科技发展快速，社会、企业组织嘛对时代尽快咧革新，这互有能力的人会当按家己核心存探出其他能力，发挥个人侪种的能力，才会车吉足了解家己的核心竞争力，嘛坚持目标，会愿意开时间投资伫家己身上，提升自我的知识甲累积经验，互家己伫异化的世界搁较有选择权，甲抽脱公司束缚的可能性。车吉人生是一款甲过往完全无同的思维，只要你有底持高的知识、才华，也是技能，车吉的思维会突破传统的人生规划，完全用无束缚的思考，激发自身的能力，互生活踏进真正的家己，得到生命的成就感，活出精彩，嘛实现自由的人生。